云林大鼻乡一个乡民开发着兰花上新的品种香奈儿，讲好种，花期嘛真长。开大片的兰花园，互人一看心情就感觉真轻松。这伫大鼻乡上日村的兰花园，是简春发退休后一手拍拼出来新花结晶。这摆伊利用白花甲粉花来做配种，研究出全新的品种。这张花就是白花交迄个粉花出来，伊优势就是伊好种，佫水，佫足耐。为民国87年回乡种兰花简春发，当时景气真好，大家拢真爱买兰花，所以讲伊一种就是20多年，对兰花是非常的了解。紧若用这张花，肯我当个月啦；紧无用，可能半个月就谢去啊啦。经营兰花园已经有真侪市中的人客，而且伊花园嘛时常赞助社区甲地方，对伊来讲，种花就袂输伫交朋友共款。兰花园吼，提供互阮这庄的嘛足济这个就业的人口安尼吼。未来简春发嘛会继续伫大比种兰花，并且推广新的品种，互介意兰花民众有一个全新的选择。